好啦，大家歡迎收睇2025年6月14日星期六下午6點嘅颱風速報。現時嘅時間係下午5點41分，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我哋都係嚟睇下個最新風暴消息。蝴蝶喺過去數小時有所減弱，隨住蝴蝶向東北移動，與其相關強風圈亦都逐漸影響香港珠江口一帶。現時本港多處吹強風，西部高地間中吹烈風，而蝴蝶嘅外圍雨帶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帶來狂風驟雨。預料蝴蝶會喺聽朝早喺本港西北約300公里左右掠過。3號強風信號最少會維持到聽日中午，除非蝴蝶喺廣東內陸維持較高嘅強度，採取較為接近珠江口嘅路徑，否則改發8號信號嘅機會甚低。預料現時嘅預測路徑，隨住蝴蝶逐漸減弱同埋遠離本港，聽日下午嘅風勢將會逐漸緩和。預料星期一同星期二雖然星期一同埋星期二蝴蝶已經消散，但係個活躍西南氣流將會為廣東沿岸帶嚟大驟雨，市民請提高警惕，海面有大浪及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水上活動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咁耐我哋而家就嚟睇下個風暴路徑。好啦，而家下午6點強烈熱帶風暴蝴蝶已經減弱，熱帶風暴並登陸湛江市，就係咁啦。跟住蝴蝶佢應該而家應該係大概香港以西約430公里左右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嚟睇下個雷達圖像。跟住我哋而家就嚟睇下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。好啦，我哋下午6點嘅颱風速報就講到呢度我哋晚上8點都會仲有一節颱風速報。我哋晚上8點嘅颱風速報再見，係咁先，拜。